后来过去有不少的台湾人被骗去缅甸的诈骗园区，缅甸的政府最近开始来扫动，把大量被诈骗的人放出去泰国。咱的警方接到消息，透暝把55个台湾人带回国。这是台湾第一届为缅甸救回到大批的被害人，其中有25个是通缉犯，将移送到各地地检署来归案。 手挂行李，身躯挂白遐，赴警查解后来到桃园国际机场，因是为缅甸诈骗园区内底，却带回来台湾的地下。今天还会去刑事警察局做笔录，接下来会去各地检。 这边的救援行动，拢总50个人捡救回来台湾，有真侪人是捡骗过去的被害者，想到伫咧诈骗园区内底生活，就满腹委屈。他说好好做可以赚到钱，然后结果没想到回来我还要给他9万块，做不好被打。做那个游戏的客服啊，就后面就被打嘛，打，然后对有被打。管道上的暗网图标，佮电缆线拢是惊关爱伫遐逃窜，叫骗米来缅甸苗外地 KK 园区，被害者唔能护照叫扣走，路口嘛有武装分子伫咧过，随国际关注压力提悬，缅甸政府进前总算开始来抓诈骗园区的人，这嘛是台湾头一摆为缅甸救回来真侪被害者，救人行动是真无简单，非常持续而繁复的，不可能说我今天派一个团去，我讲一次话，开一次会。 就可以把人救回来，所以这个是经过驻外管处一直不断持续，从今年的1月开始到现在。根据了解，诈骗集团的中人会骗你讲会到3港代替买副牌做虚机货币，或者是想要开龙头公司开出真悬薪水。中国迄边会到3港订机票制作断点，不过被害者一个落飞龙机地方带到缅甸。跟其他台湾人过去吗？ 不过，这阵人内底拢总有20个人伫咧台湾早就有通缉的身份，双手扣考作会经过确认后，会移送地检署归案。扣关伫咧诈骗园区，就是火烧高寮全无望，被害者方救出来平安倒转来，拢感恩在心内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